我是乐乐，要订阅我的频道哦。嘿嘿嘿嘿。在某个城市的角落里面，住着一位神奇的动物医生，他可以听懂各种动物的语言，并且帮动物们解决疑难杂症。今天，医生又遇到了什么奇妙的事情呢？夏天到了，稻子都长得好饱满哦。医生，我在那边看到一条蛇，它好像……小鱼别惊，只要你不靠近蛇太近的话，蛇是不会主动攻击人的。不是啦，医生，那只蛇它看起来好像很痛苦的样子。那也安呢？在哪里？紧带我去。救命啊！好痛苦啊！医生，就是这，你看，阿爪，原来是你哦。爪就是蛇的意思，它是一条没有毒的锦蛇。阿爪，你是安怎？哦，我看嘛嘞。啊，你不小心吞到塑胶的叉子了。你先忍耐一下哦，我想办法帮你拿出来。忍耐一下哦。谢谢你啊，医生，这样子啊，舒服多了。阿爪，你为什么会吞掉这个塑胶的叉子呢？最近啊，田边的垃圾越来越多，我在找食物的时候啊，不小心把叉子给一起吞下去了。小云，阿爪说最近田边的垃圾越来越多了，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？我知道了，我最近啊常常看到很多人买便当都会拿免洗餐具，用完就随手丢，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哦。原来是安呢。而且我们看到蛇吐着舌头，都会不敢靠近，更不敢帮助它。蛇的嗅觉其实很敏锐，它吐舌头是为了侦测环境，不是要攻击人的意思。而且其实蛇也很害怕人哦。如果下次在路上再看到蛇被垃圾困住的话，记得打电话给动保处或是消防队，这样他们就有专业的人来帮助我们。好，那从现在开始，我也要减少制造垃圾。我们可以从自备环保袋或是环保餐具开始，减少使用垃圾袋，不乱丢垃圾，就可以避免像是海龟被塑胶吸管困住，或是鲸鱼吞掉垃圾袋这种动物被垃圾困住的状况发生。医生，我知影。阿爪，我们会努力减少垃圾，让你的家更加的美好。谢谢你们。那现在我来教你们唱一首歌，是关于什么样的歌啊？我先来唱一次给你听就知道啦。好。阿爪的身躯长长长，软来软去伫田边耍，咱拢来捡粪扫，互伊的环境更较好。医生，这首歌是什么意思啊？这首歌在说蛇的身体很长，常常在田边钻来钻去的。如果我们可以每个人都减少一些垃圾的话，就可以让他的居住环境更加的好哦。谢谢你们，让我居住的环境变得更加干净喽。那我们现在请乐乐来教我们这首歌的台语吧。准备好了吗？那我们开始喽。蛇、爪、田、蚕、垃圾、粪扫、粪扫、环境、环境。环境。耶！我们都学会了。医生，我们再一起跳一遍吧。好啊，我们再一起跳一遍吧。阿爪的身躯长长长，软来软去伫田边耍，咱拢来捡粪扫，互伊的环境更较好。阿爪的身躯长长长，软来软去伫田边耍，咱拢来捡粪扫，互伊的环境更较好。乐乐有频道喽，
记得按下订阅按钮哦。